用禱告創造現實，用聖經記載神嘅應許以及當刻嘅感動祈禱。創世記第1章1至4節：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看見我哋呢個地球本來嘅面貌係黑掹掹啦，而且呢有好多深淵喺上面喎。於是神呢就話啦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呢見到光出現咗之後呢，就覺得佢好好啦，然後就將光暗分開。神呢創造地球嘅時候係用佢嘅說話去講出嚟嘅喎，用說話去創造現實。我哋都係神嘅兒女，我哋呢有神嘅 DNA 喎。若果神能夠可以用說話創造現實，其實人呢嘅說話都可以創造一個現實嘅環境。因為聖經話我哋嘅說話，我哋嘅舌頭呢能夠定生，亦都能夠定死。所以今天祈禱嘅話，其實呢禱告呢係要有創造力嘅。以西結書第37章，可以攞本聖經出嚟睇一睇啊，睇晒成個37章先。以西結書37章，耶和華將以西結帶到去平原之中，佢見到平原嘅骸骨甚多，而且極其枯乾。以西結問主啊，呢啲骸骨能夠復活嗎？神就同以西結講，你向佢哋發預言啦。留意發預言嘅內容係好詳細嘅喎。之後嗰啲骸骨就生根長肉，並且有皮遮蓋，然後神嘅氣息就吹進嗰啲骸骨度，嗰啲死人又復活啦。呢一個過程似唔似當年喺創世記上帝創造亞當呢？最後就係一口生氣吹進去嗰啲骸骨裏邊，骸骨最後就變成以色列一隊復活嘅軍隊啦。當時以色列家呢係已經面臨亡國嘅境界，因為非常之亂嘅歷王朝啦，搞到以色列真係不似國形。佢亦都面臨係被擄亡國嘅時候，而往往喺呢啲時候呢，人嘅心都係好灰心嘅，好懼怕嘅。但係神呢就帶領以色列，帶領以西結去將預言對以色列家去宣告，佢話你哋將來一定會再成為一支軍隊。所以其實我哋嘅說話有創造能力，其實發預言亦都係一種創造。我哋喺聖經裏邊拎神嘅應許出嚟去禱告，譬如以賽亞書第60章，可以有5分鐘時間去閱讀以賽亞書第60章，由第1節讀到22節。喺讀嘅過程呢，唔好心急喎，睇下你嘅心對邊啲經文係最有感覺，記低佢。呢啲就係陣間你祈禱嘅材料嚟㗎啦。祈禱唔可以循環不停咁樣去重複多餘嘅說話。我哋嘅祈禱呢，要係新鮮嘅、豐富嘅，並且係合乎聖經、合乎神嘅心意。咁而個框架呢，最好呢，其實就係打開本聖經嚟睇啦。神嘅應許就喺聖經裏邊會揾到。每日我哋靈修讀經嘅時候，若然你對嗰一篇文章係有感動嘅，就可以拎住嚟祈禱噶啦。例如以賽亞書60章，興起發光，因為你嘅光已經來到，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。當你讀呢一篇聖經嘅時候，有冇邊一句你好有感覺嘅呢？將呢個內容呢係讀出嚟。例如我哋為教會祈禱啦，喺呢度係記述教會呢復興嘅狀況喎。嗱，聖經裏邊呢個係記述以色列耶路撒冷嘅復興。若然你想呢個復興誕生喺你嘅教會呢，
你都可以攞住啲經文去禱告，將教會嘅名咧代入去，為教會去禱告。呢度有講啦，係有好多嘅財富進入教會啦，四面八方嘅人會湧入教會啦，微小嘅國亦都會成為強大嘅國。當讀到呢啲內容嘅時候，你心裏邊有冇興奮嘅感覺呢？呢一種從心而發嘅興奮、期待同埋喜悅，就係叫做你嘅感動啦。藉住聖經入邊神嘅話語，加上你心裏邊嘅感動，去祈禱，呢個呢，就係靈魂體都合一嘅禱告。咁你話其實我不嬲睇聖經呢，都係水過鴨背嘅啫，冇乜感覺㗎喎。咁就要留意啦，因為其實呢，嗱，好似如果你中咗六合彩，係嘛，嗰期100萬俾你中咗，喂，咁你都唔會冇感覺㗎，係咪？你會好興奮㗎嘛，即係你會好多嘅感覺湧現啊！一個人呢，如果個心常常都係冇感覺嘅，咁其實佢嘅靈呢，就已經係沉沉咁樣去睡覺，真係要小心啦。係咪讀聖經唔夠呢？係咪好少禱告呢？讀聖經一定每日都要讀，讀經、祈禱、敬拜就好似飲水、食飯同埋呼吸一樣。既然我哋嘅身體都要一日3餐啦，如果我哋喺靈裏邊冇靈嘅糧食入去，你個靈又點會強壯呢？輕則就肚餓啦，重則呢，佢會癱瘓嘅喎。所以讀聖經出唔出到感受，能唔能夠觸動到我哋嘅心呢？就好睇下你個靈興唔興盛啦。一個人嘅靈如果唔興盛，佢嘅禱告其實都係枉然嘅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你嘅禱告係真係有能力，能夠可以創造現實並且有果效呢，其實還原基本步，真係要多多讀聖經，唔可以偷懶噶。當我哋為教會祈禱之後，就可以為自己或者身邊關注嘅人禱告啦。打開以賽亞書61章，用5分鐘時間去睇一睇呢一個章節，從第1節睇到11節。睇完嘅時候，嘗試去用聖經嘅應許禱告啊。主耶和華嘅靈喺景桓身上，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景桓，叫景桓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，或差我醫好傷心的人。你需要為你身邊嘅人禱告嗎？因着佢需要醫治，因着佢被擄需要釋放，被囚嘅需要出監牢，或者有哀傷嘅人，有憂鬱嘅人。以賽亞書61章就有神好多嘅應許擺喺當中。係一個好好嘅祈禱材料，可以喺禱告裏面加入聖經嘅應許，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範文啦。神嘅話語係帶住應許、能力、醫治、創造力。初初睇聖經嘅時候冇感覺，唔緊要噶，繼續讀落去，好快呢，你嘅靈食飽咗，人就會開始有返感覺噶啦。例如，唔知點解成日悶悶不樂，唔開心噶喎，或者呢，皮笑肉不笑。雖然身邊嘅人或者你都覺得嗰件事好笑，但係你唔係從個心裏邊去笑出嚟，或者你係思慮繁多，冇辦法有平安喺心裏邊，總係頭頂出煙嘅感覺。呢啲都係我哋靈裏邊唔健康嘅狀態嚟噶。唉，啲人呢，成日都想揾啲心靈雞湯啊，去邊度可以放鬆下？呢啲都係短暫嘅，持續不斷嘅更新，心靈充滿力量，係一定要靠讀聖經先至可以嘅。越係心裏邊沉重，就越要大量嘅去讀聖經。你唔好覺得唔通我每讀一句就會覺得個人醒一醒咩？呢啲呢，憑感覺嘅嘢呢，就係身體俾你嘅信號，但係靈裏邊嘅信號呢，係要你嘅人由麻木轉去喜悅。呢啲係需要時間投資，但係我自己就會經歷過，就係3日之內，如果我勤力去讀聖經嘅話，3日之內
我裏邊嘅感受就會完全唔同晒噶啦。咁你話聖經咁大本，我點樣揾到神嘅應許去禱告啊？屋企咧常備都要有一啲祈禱嘅工具書噶喎。我自己咧就會有3、4本，例如詩篇爭戰的禱告。詩篇邊一首詩篇係對應醫治嘅呢？邊一首詩篇係對應爭戰嘅呢？邊一首詩篇係對應保護嘅呢？咁喺呢啲工具書當中咧就可以好快揾到嗰啲經文啦。第2本推介就係以神的名去禱告。每一個神嘅名字顯明佢回應每一個禱告。我哋天父爸爸喺聖經記載有超過100個名噶。咁呢啲工具書咧又可以好快幫助你喺聖經裏邊咧攞到應許去禱告啦。主禱文裏邊耶穌教導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你又知道幾多個天父爸爸嘅名字呢？單憑個腦真係記唔晒噶喎，所以一定要買定啲祈禱工具書喺屋企參考嘅。仲有一套祈禱書系列，就係史多美奧馬森著嘅《如何為你自己禱告》啦。咁佢嗰套祈禱書呢，仲有為丈夫禱告啦，為小學嘅孩子禱告，為成年嘅孩子禱告，為婚姻禱告。咁有好多禱告嘅範本呢，可以睇返㗎喎。總之呢，我哋禱告嘅內容就唔可以重複啦、冗長啦，而且係求神啊、求神啊、求神啊。我哋可以作有權柄嘅禱告，可以去創造喺聖經裏邊揾到應許，並且按我哋嘅感動去禱告。所以禱告呢係要操練，係要下苦功嘅，但係呢係好值得我哋去鑽研噶。